荣耀的主，阮伫你的圣殿组织，阮要敬拜你。特别，这是阮纪念2000年前圣神去做教会的起头，用你家己的神充满伫你的罗卜，遐个速度，阮纪念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阮恳求圣神你也降临伫阮的中间，甲阮做清气的心，是新天新地。是一个上帝你的阳光永远存在的作为。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交尾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圣神甲阮所有的同工同在，特别伫阮的小会员，互阮伫今仔日参与圣餐的侍奉，会通真侪上帝你荣耀的罗卜，将上帝你宝贝的杯，甲主耶稣基督上顶拯救的体。来传告伫阮正兄弟姊妹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接纳阮伫你面前的组织，特别伫网络顶悬参加礼拜，逐所在兄弟姊妹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恳求主你将即个恩典的杯来传互每一个你的家儿甲查某囝，当阮伫你的面前陪伴阮家己，恳求你的圣神对天降临，互今仔日侍奉的，无论是司琴，无论是司会，无论是侍奉的小会员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我的心神啊，你着俄罗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你伊一切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。恁遮个有大权能的天使啊，听伊的声，听伊的命令的，拢着俄罗耶和华。恁遮个做伊的正军兵，做伊的车婿，行伊所欢喜的，拢着俄罗耶和华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理的逐位，拢着俄罗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俄罗耶和华。感情人拢着点睛，天生徛伫伊面前。世间俗事，逐项阮天意小事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这是咱来吟圣诗，学了咱的上帝。圣诗52首，荣光归伫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子上帝，荣光归伫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万万世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荣光归伫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子上帝，荣光归伫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万万世。荣光归伫小咱的主，这咱罪过无下数。荣光归伫小咱的主，他主罪恶万年久。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咱现前。阳光落落到万万年，将地晒水落银时。各管阳光不强不尽，落落充满有丢中。阳光阳光阳光上帝，光我的红到万世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林内受苦，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下次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用。
启应文39篇，记载伫启示录21篇。启应文39篇，我阁看见有新的天、新的地。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搁有。阁看见圣城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出入天，对上帝降落。已经被万变，亲像新娘装他来添候伊的丈夫。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：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。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，因要做伊的百姓。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。搁要甲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。无要阁有死实，也无要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疼。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坐伫座位的讲：我换心万美。搁讲，你着写伊，因为这的话是通信，是真实的。搁甲我讲，已经成了，我就是阿里法甲俄米加，是起头的甲落尾的。我要对活命的水泉，白白互喙焦的人啉。得胜的人要先接者的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囝。即时咱搁来吟圣诗，圣诗156首。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捌主能力极清。你做先知，热情源头，互阮经验活教。请坐咧吟全首。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莫有慈悲稳定的阿爸天父，阮深深感谢你。虽然有真侪人因为疫情无方便来教会，
但是阮以及所有的兄弟拢有平安。阮的细囝嘛渐渐拢有疫苗通治。虽然疫情的高峰还未过去，但是阮相信上帝一直看顾阮，使阮平安。嘛求上帝早一日带领台湾脱离疫情的束缚甲惊吓，兄弟也会当早一日恢复正常的敬拜甲彼此的交陪，早一日看到彼此的笑容，讲一句耶稣听你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主啊，阮知圣神降临是你上天进前的应允，阮也确信你的应允无归伫空空。阮嘛渴望你的圣神降临伫德堂教会。求你的圣神即时甲阮同在。阮要因为圣神的威雷洗清阮的罪孽，阮要因为圣神的威雷出满心欢喜的声。阮要因为圣神的威雷有充足的平安。阮要因为圣神的威雷感受做你囝儿的疼。是即个特别的节期，阮要大声求讨，求你的圣神临到，互阮体会圣神充满的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过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这是咱三角来强守上帝的话。来先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哈该书第2章第1节，以及第6节至第9节。哈该书第2章第1节，7月21日，耶和华的话托先知哈该讲。第6节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过无偌久，我要过一摆震动天、甲地、甲海、甲大地，我要震动万国，万国所羡慕的要来，我就互阳光充满这间殿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，阮是我的。金也是我的，这间殿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，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搁伫即个所在，我要赏赐平安，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咱搁来看一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26节到29节。希伯来书12章26节，当时伊的声互地震动，若是当有应允讲，也有一摆，我毋若互地摇掣，也要互天摇掣。所讲也有一摆，是指面受震动的物，就是受造的物，要拄着牵线，互遐个无受震动的长长伫地。所以，咱着
咱得到未话叮当的国，就有恩惠，通用虔诚敬畏来服侍，互上帝欢喜。因为咱的上帝就是炎炎的火。正道题目是主啊，求你搁一摆摇动教会，请郑牧师。亲爱兄弟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真重要的礼拜日，每一年咱会纪念2000年前圣神降临对教会的祝福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大大得到圣神所带予你生命的祝福。伫咱要领受上帝话的假释进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阮做伙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阮深深知影，若离开恁，阮就袂通做什么。阮进入你的圣殿，就亲像查某囝囝儿来敬拜你，来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听。愿圣神降临伫圣主日的中间，互普世全世界所有的教会，属伫你的百姓。拢搁一摆领受圣神对天降临迄种的快乐。愿你祝福今仔日阮的组织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无论什么种的方式，阮对心中求圣神。愿你对阮讲话，也你将天灵来的活命，搁一摆换新，互阮甲地三结连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圣神降临是一个真要紧，伊毋是一篇的讲道，嘛毋是敢若一种的想法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上帝圣神听咱的祈祷，进入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的信仰若无经历，就袂通真正是真做一个活泼有快乐的信仰。信仰毋是敢若一个财物，听讲道，认捌上帝的话安尼拿定。信仰是一个真正需要，互咱的生命的内底，互圣神甲咱三甲伫地。上帝用信、用听、用仰望。上帝用信、用听、用仰望，互咱知影，伊踮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就亲像4000年前，伊甲亚伯拉罕三甲伫地，也亲像2000年前，主耶稣来到伊的学生的身边。带因认捌上帝，今仔日咱嘛是安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是互相陪伴，同心祈祷，愿圣神充满伫咱的内心，互咱对心中讲：主啊，我感谢你。经历着上帝的人，人生要改变；无上帝的人，人生亲像咧做苦工。经历着上帝的人生了后，咱就有一个帮助者。有一个疼惜咱的天父，伊时时刻刻就甲咱三甲伫地。所以所听的弟姊妹，圣神降临者对咱来讲，毋是搁加听一篇的讲道。圣神降临者搁较要紧，毋是搁一摆来复习圣经内底咧讲起圣神的观念。搁较要紧就是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邀请讲：主啊，若无你，我的人生就无滋无味。主啊，若无你，我的人生就是充满一个空虚、欠缺、孤单、软弱。我伸出双手，就亲像今仔日安鲁，伊真用心的祈祷中间，一句一句，拢咧呼吁，拢咧邀请、恳求圣神代替咱祈祷。我相信上帝要伫今年的圣神降临节，搁一摆，互咱那亲像去加油站，甲油加满。咱若停的时阵，咱常常拢甲迄个加油站的小姐讲：加满，所有的弟姊妹，愿上帝恩典加满满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愿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三甲伫地，大人囡仔拢共款。所有的姊妹，信仰是会通经历的。信仰毋是讲听古早的故事，就亲像咱听真侪4000年来伫圣经记载，这个人的故事，拢别人的故事。毋是，
圣神的降临就是将这个故事转换做咱活活的故事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要甲咱赶离开上帝，咱嘛唔爱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深知上帝就是遐尔好的上帝，圣神就是活活甲咱撒个地点。那安尼今仔日的圣经对咱讲什么呢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每一个礼拜、礼拜前、礼拜中、礼拜后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应该围内，就亲像今仔日的祈祷，按如讲围内的圣神，围内的上帝。咱伫礼拜前、礼拜中、礼拜后，咱来常常用祈祷围内的上帝的话，甲上帝的话揽条条。主啊，这礼拜这是你要对我讲的话，主求你特别用你的镜头指明，对一句话你是对我讲的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搁一摆摇动我的感动。伫今仔日甲咱分享这个题目，是因为伫无久之前读到一篇祈祷文，迄个祈祷文是用英语写，伊的英语的主题叫做 "Do it again"， 搁做一摆啊！主啊，你古早有做过，你今仔搁做一摆。主啊，你古早捌伫这间教会内底，你的圣神1994年4月24，你捌伫这个所在摇动这间教会。主啊，你搁做一摆。主啊，伫我人生的起头，伫我人生的中站，伫到我人生的最后，主啊，你常常摇动我。所以今仔日这个主题真要紧，第一就是上帝摇动，这个震动。震动就亲像咧抬物件，主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甲咱震动，互咱醒悟警醒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伫今仔日，搁一摆摇动咱，互咱灵魂静音，互咱的目睭就贴近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有3句话：第一，上帝的圣神；第二，搁一摆；第三，就是震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来用这个圣经，咱为着咱家己的人生来祈祷讲：主啊，为着我的生命，搁一摆怜悯我。兄弟姊妹，常常伫咱的心内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搁一摆充满我。主啊，用你的圣神，特别用你的真理来改变我的体质。震动是一个真要紧的话。伊讲震动太过，遐杂质袂通存在。但是后来咧，无受震动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伫迄个上帝太过，遐旋转的、淬炼的，就是互火烧过黄金，这个物件，伊讲一句话，袂通震动的国度。主耶稣讲，我的国无属这个世间，恁会记迄句话无？主耶稣所想述咱的圣神所带来。上帝国是一个伫这个世代袂当受到侪人的人情世事影响的。介简单来讲，就是永垂不朽。也即咱敢捌想过，咱的生命中间有啥物是永垂不朽？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互咱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会记得上帝所要互咱的生命是新天新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主讲。连恁的名，甲恁的后代，我嘛要纪念你，长长存在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诚做一个会晓要追求是一个永远的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知影什么叫永远。上帝的神是什么？圣经内底有几十个圣经斗做伙，拄会当用中文的一句话来形容。上帝就是疾风烈火。疾风烈火，一个是咧代表是一个真。有能力，是真有一个效果，是一个真有动力的。用希伯来书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上帝是炎炎的火，上帝是炎炎的火。伫圣经中间咧讲起，上帝是记下的上帝，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顺转的上帝，所以伊真无爱遐世俗化的遐垃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讲，上帝的风若吹过，上帝的圣神若同在，世间无迄个未改变的生命。基督徒若无改变，有一个真要紧的可能性，就是咱无拍开心门，互上帝邀请上帝。所以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伊必然是生命受改变的。所以，上帝的圣神临在的所在，今仔日圣经学解书讲。
后来荣耀要赢过前的荣耀。而且你有爱你的生命是哪来哪尊贵吗？一直到你年老的时阵，可能真多物件拢无去，喙齿嘛无去，健康嘛无去，体力嘛无去，肌肉嘛流失。你看起来好亲像一个哇，年长的人，我总不爱用老岁仔，因为老岁仔介绍我老到无路用，毋是。年长的长辈，常常伫因的生命中间，因有上帝，会带一个荣耀、平安，上帝圣神所带来迄种稳定、甲幸福的感觉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今仔日个圣经真侪咱祈祷的根据，咱花手伫咱的心内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即间圣殿，我心内即间礼拜堂，后来阳光赢过前的阳光，搁较要紧。伊讲伫即个所在，要有我的平安，遐这有水无？今仔即句4句话，即个圣经在请恁会记咧，都要读清楚，然后用即个圣经祈祷讲：主啊，我咧心内，我即个心头，我心内敢若有迄个荣耀清气的念头，我的生命将来所想的，拢是一个卓越。上帝讲：天怎样悬过地，我的念头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。迄个意思就是，当咱的心内有上帝阳光充满，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。所以，愿咱伫圣神降临这时，咱会晓甲主祷：主啊，迄个阳光毋是我的阳光，是对你来。我所行过，我的子孙，我的亲人，我的厝边，拢要讲：哦，某某人，伊真正上帝足疼伊，因为伊一生带有上帝的稳定。恁爱安尼吗？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疾风烈火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对天降临，求你亲像风，亲像地动，用你权能的圣手摇动，互我无搁再伫即个世间的中间贪恋即个世间最的遮的迷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疾风烈火对圣经的开始起头，创世纪第2章第7节安尼记载。上帝创造，用土粉创造亚当，创造人，然后将伊的活气分入伫伊的鼻孔内，伊就真侪有灵的活人。这个圣经讲，上帝将伊的气、热、伊的圣神分入伫这个无活命的土角，就亲像咱是一个世俗的人，但上帝活气若分入伫咱的内底，咱要脱胎换骨。圣经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上帝的圣神疾风如何，伊若进入在咱内底，咱吸收上帝的圣神，咱就活出圣神同在的观念。这不是一个形容词，这是一个信仰的过程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来享受，每一个人拢来领受圣神。所以，当年的圣神降临节，咱应该拢做伙伫基督的中间，举起咱的双手。咱伸出咱的双手，亲像接受今仔日圣餐的这个饼甲杯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需要你。震动是一个信仰的名词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上帝搁一摆摇动我，摇动是较客气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白话字的翻译讲震动，真真正正摇动咱。上帝用什么来震动咱？常常圣经内底有2项代志。第一，上帝用圣神带来感动。咱常常无意中来看到一个好的代志，咱就插一个，较遮好，遮水，迄叫做震动。上帝用伊的圣神来摇动人的观念，摇动人的感情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带有一个情绪讲：主啊，我需要你。无论是伫危险12路口开车拄着，形容水在你一个瞬间讲者小心，然后你就有一个动作，通有庇你家己，迄种是上帝圣神的同在。就亲像古早足久之前，有一摆我对德堂要去出外，经过路口处，因为路口处古早的路是一个细条路对砖头内底入去。当我过的时候，忽然到一个巷仔口，我忽然毋知啥人会想到讲小心。所以我就小看
迄种的自然的动作，就从我的骹刷来即个刹车板，小可踏咧的时阵，忽然靠一只车冲出来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相信常常是伫得时不得时，伊拢会震动咱的，毋是干那用咱的信仰的观念伫生活中间。所以一个会敏感到，会知影上帝伫迄个时刻咧甲咱叫的时。第二，上帝用啥物来震动咱？用圣经的话。有当时咱读圣经会拄久，不要紧啦，三不五时吼，莫定定安尼。咱读圣经的时候，有当时人会流目屎，为什么？圣经所讲的好，我拢做袂来；圣经我所讲的该先还歹，逐项我拢做到。我一摆伫一间教会，一个兄弟伫礼拜了后，伊甲我讲：我足惊的。我足毋敢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内底所讲的歹，我改成逐项拢有。圣经所讲的遐好，我改成拢做袂来。会安尼讲的人有救，对无？会安尼感觉的人，就是伊心内有敬畏上帝。这毋是歹人，这就是咱的生命中间上帝用伊的话来摇动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震动原文的意思就是。你的心受到摇动甲搅扰，这个原文叫做蛇哦，伊的字根。这个字根甲牧师甲恁解说讲，真道信。牧师捌甲恁讲到迄个 pistis， 伊甲亲像迄个汽水管呐，拍开汽水冲出来，恁会记无？牧师捌甲恁解说迄个真道这个字，这个真道这个字，就是亲像一个活活的一个感动对心来冲出来，震动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震动就亲像 pistis， 这个真道信，这个字咧讲的就是一个神圣、圣神神圣的苦劝，圣神用讲袂出来的吐开伫咱的心内，甲咱责备。你可以安尼，上帝遐尼听你，你可以安尼。上帝圣神伫咱的心内咧，甲咱提醒讲，咱是上帝的囝子，咱言行举止爱有一个。上帝的形象样式伫咱的内底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上帝用伊的话来摇动咱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这个受摇动的人，伫圣经中间，互我想到一段特别一句话，记载伫使徒行传。当圣神充满的接近耶稣的学生，后来根据路加，伊家写伫使徒行传的中间。伊讲，这群耶稣，搁我的主耶稣，后来圣神充满这群人，什么拢毋惊，连死都毋惊，所以勇敢伫迄个当时的社会传耶稣的福音，做见证。所以，互当时的罗马城的人，甲因叫一阵号，叫做搅乱世界的人。真正汉字的和本，你若去 Google 用这个搜寻，这个经文，搅乱。英语改翻做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， 就是安那，这是世界。但是这群人，上帝将世界交伫伊的手中，这群人有权柄，有真理，改变过来。所以上帝所赏赐咱的这个受震动了真理内底影响的咱的生命，要带有手中带有改变的开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所以上帝用圣神，上帝用圣神，上帝用真理的话，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今仔日用圣神甲圣经的话来震动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是一间建立伫真道上帝的话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甲咱分享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的圣神，搁一摆摇动咱。今日合解书咧讲起，这个圣殿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，即间礼拜堂，伊有三种无共款的讲法。第一，小小的礼拜堂伫咱个人的心内；第二，就是咱即间教会。所以公报社捌有一段时间伫咱的教会内底来写咱的故事，后来讲做一个底片，恁捌看过迄个底片？迄个底片的中间最后伊问我讲，牧师你最后有啥物话通讲？你敢会当用一句话、圣经的话来形容
上帝伫德登教会的作为，我就是想到即句哈该书即句话。伊讲上帝的阳光要前的阳光，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。即间教会是1932年所设立，即间礼拜堂是1953年所起的礼拜堂。但即间教会礼拜堂是旧的、新的，拢做伙生活。所以有一个台大的教授，因为伊咧做商业调查，所以伊10几年前捌来过咱德堂，因为带学生咧做即个中部地区的教会的研究。无久进前，甲去年，伊佫带学生重新来，伊来咧看就是讲10年前的即个教会伫社区，10年后伊有啥物改变？伊后来咧入来的时候，伊发现讲，牧师，我10年前来的时阵，恁的教会无即边，我讲对。因牧师，你较会想到将新的建筑物甲旧的建筑物放做伙，这毋是牧师教。因为咱的教会就是新的人甲旧的人做伙生活，对无？感谢主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伫摇动过的时阵，伊会留落好的，就是伫传统中间迄个有价值的物件，伊甲留咧。然后伊互带新的人入来，所以上帝的圣殿上面是指咱的心，上面是指咱的礼拜堂，佮上面就是指全世界所有的教会甲礼拜堂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我的心。圣经有真侪记载，其中今仔日牧师带恁读的。撒母耳上卷10章第6节，伊咧讲起扫罗。扫罗是由上帝拣选，上帝差遣撒母耳先知去甲伊抹油，甲伊讲：扫罗，上帝要用你来管理以色列一个国家。所以扫罗少年的时阵是好的少年人，是好的王，但是后来扫罗变歹，因为伊无好好照顾上帝设点伫伊内底的圣神，所以圣经记载讲。上帝的神伫伊的内面变歹，毋是上帝变质，是因为伊扭曲上帝伫伊内底的圣神。即个人无甲即个人和好，这咱嘛有可能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原底我自我，嘛有可能甲上帝的原本的迄个神，咱没有和好，所以咱来做言行一致、人前人后一致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用这句话来甲咱讲，互咱靠无。先知以赛亚毋是先知撒母耳安尼记载，伊讲耶和华的圣神要降临伫你的身上，你要变做另外一个人。上帝要赏赐你一个新的心，现在你有爱无？单单读到这句话，就会通鼓励咱祈祷。伊讲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换新正直的心。主，你互我伫圣神的充满的内底，叫做新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震动，上帝摇动，伊的意思就是有异象，有异望。上帝感动一个人，通常会用异象，用感动。拄则牧师甲恁讲，迄个字叫做蛇恶，迄个字叫做搅动，迄个字叫做反转干扰。特别是指上帝的圣神对人的心讲话。上帝的圣神如果若是责备、教示，常常是要带人行一条新的道路，叫做新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常常享受上帝的带领，咱的人生要永远向前行。咱的生命要充满了一生的赞叹。每一个阶段，咱拢发现，上帝伫咱每一个年纪中间，伊奇妙的计划，甲伊圣神的带领。第二，这个震动的意思就是，甲咱太过，甲咱练过，锻炼，亲像黄金落火炉，将迄个所有的杂质用高温的火。疾风烈火，甲咱清气；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甲咱洗清气。主用伊的宝血，甲咱洗清气，互咱即物件本来是无明，但是后来上帝赏赐咱清气，佮看会到，
愿天父上帝将主耶稣基督的应允，伊讲袂通震动的国度，意思就是上帝的国若临到伫我的心内，我的心就无容易受威胁甲搅扰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讲，我的国是一个袂通震动的国。所以听啊，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常常发手祈祷讲：主，互我伫这个充满急变、充满冲击、紧张的这个时代，我的心头常常有智慧、有平安，我无容易受这个世间最遐的搅扰来丧失我对你的信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我。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讲，上帝要震动伊的国度。万国要羡慕伊，愿天父上帝将伊的阳光放在你的生命，互你的囝儿讲：我的阿公、我的阿嬷，实在是一个敬畏上帝、佮充满稳定智慧的长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个圣殿的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毋是一个骄傲，这是一个讲继续持续来亲近上帝、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阳光就要充满伫伊的人生的中间。这就是圣经讲，耶稣基督了后，后来出现对山顶落来。圣经讲，伊的面充满阳光。恁会记得山上变貌圣经的故事无？伊后先讲：哇，我的先生甲今仔日迄个面带有迄个显水的阳光，这所在河顶的好水，咱来打一个了啊！因为伊的身边有两个身体亲像天使同款，所以弟姊妹，愿主将伊的阳光放伫咱的生命。这个阳光是上帝家己的阳光，咱若离开上帝，咱就失去这个阳光。耶稣讲：离开我，恁就会当做什么？恁会记这段故事吗？葡萄树枝若离开葡萄树，就会当做什么？基督徒若离开生命的真光，黑暗就临到。这就是一个真理，就是信仰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用你的阳光充满我，佮赏赐我平安。阿门。主，你赏赐你的光，互我无惊吓；主，你赏赐你的平安，互我心头有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希伯来书是简单来讲，就是犹太人对因2000年的历史，对亚伯拉罕的历史、信仰的历程，一直到耶稣基督上天这段时间，因咧回顾犹太人怎样经历上帝。所以希伯来书就是一个犹太人因的对祖先的信仰的一个回忆录。所以希伯来书12章27节伊讲啊啦，搁一摆，伊的意思是上帝伫阮的祖先、伫阮的历史的顶端，伊所做这代志，要搁一摆。Do it again， 就是讲上帝要搁一摆。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就是，上帝是早伫地、今仔日的、将来嘛永远伫地。上帝过去做的，今仔日永远会搁为咱来成就。做一届，搁一摆，上帝要搁一摆震动。伊讲我毋是干那震动地，我嘛要震动天。所震动过的中间那上阵的意思。就是得胜的人到芦苇，启示录讲，得胜的人到芦苇有永活的荣耀穿白衫，要伫上帝施恩宝座前，当心敬拜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将无应该有的，将无应该有的，遐心思意念，遐血气，遐世俗，将迄无应该有的，咱甲摕出来。咱甲上帝讲，主耶稣伫今仔日的圣礼殿的内底，主耶稣，我将这个无属伫你的，主耶稣，我去杀伊。主，我伸出双手，我要啉你所赏赐我的福杯，清气的福音，用清气圣洁的态度来承受。上帝祝福咱所听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的教会虽然小小，咱的教会虽然人数无济，但是只要咱每一个人若专心一意，上帝就欢喜咱的教会。
所以讲，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希伯来书咧讲，搁一摆的意思，就是咧讲起伫旧约的时，上帝用伊的话震动天、震动地。所以上帝伫新约的时，伊嘛要用伊的话，搁一摆来摇动天甲地。昨我甲印红长老做伙去台北参加信仰节，伊带新妇会结婚的礼拜，阮伫中间聊，甲即个数学老师，用数学老师讲，牧师你真够用手机，你嘛真够用电脑，即个新的即个产品，阮就一直聊，我就忽然想到讲，上帝讲要有天就有天，要讲要有地就有地，咱今仔手机摕起来讲 Series。你甲我买一个豆浆来，当然是讲笑啦，讲伊袂去主动讲，甲你讲去买一个烧饼油条豆浆倒来。但是今仔日敢是，咱咧对手机讲 ，Series 你安怎？上帝话敢无比这个较有关联嘛？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摇动咱的使命。今仔日咱做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就是受邀请、受鼓励。咱做伙用上帝的话来建立这间教会，认真查考圣经，认真学习祈祷，认真敬畏上帝，敬虔来做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拄则我有甲咱解说，礼拜堂有3个所在，一个伫遮，一个伫遐，一个伫全世界。所以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，上帝的教会就是咱的教会。无论咱去什么所在，上帝教会就是咱的教会。今日咱有可能有一个新来的姊妹，可能是 Mariko 的款，恁大家看这，莫看遐。个是佑轩的未来的魏文琪的款，应该是 Mariko 头一摆来咱真欢喜，咱等你足久啊。所以兄弟姊妹。教会毋是敢若伫遮，乃伫全世界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咱，特别是今仔日，咱为着普世的教会，咱甲上帝祷告。主啊，伫21世纪这个时代，互这个时代无世俗化、无对立，愿你的圣神帮咱，全世界教会拢受着圣神的充满，是一个无世俗化、不能震动的国。意思就是讲，袂互这个世俗的念头、意念冲击的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勇敢向前行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有啊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领圣餐；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领受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为着咱备办的，就是上帝将恩典放伫这个所在。魔鬼亲像赤鸟、鹰鸟，伊嘛袂当甲咱脱掉，好无？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今日你互我无一项拍甲老。主啊，若凡你所想说，无一项拍甲落去。咱来领受，今仔要守圣餐。世间有真侪物件是无久长，所以圣经有真侪真水的话，无论是伫传道书，无论是伫旧约的这个圣经的内底。今仔牧师引用一句，历代志上卷29章15节，伊讲人世间的日子亲像影，无久长存在噩梦。今仔日噩梦，明仔载变失望，明仔载失望，搁变噩梦，噩梦搁变失望，失望搁变噩梦。人的日子亲像影，无真实在。确实我掠会掉，确实这是人的情景。但是若有上帝咧，若有上帝咧，咱的人生就毋是安尼。虽然咱看袂到天堂，虽然咱看袂到耶稣咧所讲的迄个上帝国天国。但是，主耶稣讲，上帝国就伫恁的心内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这个世界甲这个世界中间所充满的情欲，拢要过去；这个世界所充满的国，甲人的情欲，拢要过去。独只有上帝你的念头、你的道路、你的旨意、你的本性，要永远长存。话手伫咱的心内，主对我头一日徛伫礼拜堂洗礼，迄一日开始，我就永远属于你，好不好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行一条永远无回头的路。亲像顶礼拜，阮甲你
甲恁分享一个少年人，伊的名叫做博德恩，恁会记无？有人礼拜了后，甲牧师回应，咱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愿我的囝亲像博德恩迄种，是爱上帝，什么拢无爱，是独独为了上帝，永远向前，永不回头，无怨无悔。上帝祝福咱来享受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毋是干那顶十字架的重担、痛苦、绝望。这条道路是有上帝的荣耀。今仔合解书讲，后来荣耀荣光要超过前的荣光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对这个世间脱胎换骨。咱真做荣光上帝的子子，独独只有上帝是袂朽坏，或者伊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咱的上帝是永不改变，永不止息。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思考，什么叫做不朽？什么叫做永生？什么叫做永远长存？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讨，咱甲主耶稣感谢，咱甲主耶稣讲。主求你将这个袂通震动的国赏赐给我，我要一生敬拜你。就是我的心，就是我的家庭，就是我共同的教会。所以耶稣讲，我的国无属这个世间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间，我的教会，甲我的学生，因就要起来争战。是，主耶稣基督的国无属这个世间。今仔日真侪基督徒。在这个世俗化的世代，是就讲是基本上就是这种的属灵的征战。咱讲甲这个时代似是而非道理甲伊讲 ，no， 上帝毋是安尼讲。少年人听牧师甲恁的鼓励，爱做有主张的基督徒，对这个世代有真侪的话、行为、代志，无应该做的，咱就爱知影。迄就是不应该做。愿天父上帝圣神摇动咱，也将伊的荣耀的国度赏赐给咱。今仔日圣经伊讲就要得到，得了。这个圣经的原文英语翻作 taking 甲 receiving， 其实伊是咧讲去持续。今仔日得到，永远得到。伊的意思就是上帝国伫你的心内。伊要伫你的心内，亲像一粒小小的种子，后来长大，结出一丛芥菜种树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今日圣经讲，就要得到主耶稣基督所赏赐袂通震动的国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，耶稣会讲就是讲，我就将这个上帝的天国的祝福放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伊要持续到永远。愿咱伸手甲主祷讲，主，求你将这个持续、永远存在的这个祝福，伫今仔日赏赐给我。主耶稣的话记载伫以赛亚，有人形容以赛亚这本册，因为伊总共66章，有人讲伊就是规本圣经的缩印，足奇妙的。毋知影是安怎个这巧合？以赛亚书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亲像启示录，66章就是亲像圣经内底66卷。伊伫最后，耶和华讲：我造天造地，我造新天新地。这个新天新地要伫我的面前永远存在。咱就是上帝的天，咱就是上帝的地。上帝造咱伫众人甲世间的面前，要互世间看见。主耶稣基督羊羔的宝血所属的教会，要永远存在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讲，咱的子孙。咱的名要照安尼固定存在，阿免吗？所以这来领受，上帝祝福恁有好子孙。上帝赏赐咱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督徒。这个名要夹直到咱一生的路尾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救恩的主耶稣基督。愿伫你的名所设立，天父上帝伫地上的圣会，愿组织做伙做礼拜。
愿伫你的面前，愿伸出双手，愿奉你的性命恳求你，找见你的圣神，即时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心内。亲爱的圣神，阮当心祈祷的是，愿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无一个人例外，互今仔日参加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加满油，加满圣灵，加满恩典。主，要发祝福满满的人生，对即时开始，愿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圣诗，来准备守圣餐。圣诗215首。耶稣圣苦的难定心，被表断袖。妙的灵。
济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，我就要入去就近因，甲因三甲啉食，因也甲我三甲啉食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讲，这是我，因为我捌对主领受，也传授互恁。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灭迄暝，有八饼祝谢讲，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逐摆恁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着纪念我，直到我过来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愿奉你的圣名摆设即个饼甲葡萄汁，愿奉你的圣名来纪念你。我们恳求主你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你来主持这个圣礼典，你家己来主持这个圣餐。愿奉你的圣名恳求你圣别，愿提饼祝谢的时，主你祝福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来得到帮助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世间人所拍破的，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世间人所拍破的，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来，请陈忠胜长老甲林七吉长老来旁饼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何等的福气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何等的福气！咱有主耶稣做咱的救主。咱来到伊施恩座前，咱来到伊的施恩座前，咱来领受主所设立的圣餐。对咱的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不要紧，恁车顶等，徛等头前等，不要紧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数之节，拜托你搁摕圣餐的饼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纪念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听，你为着阮牺牲流血，伫你的面前，我要感谢而落你。主，
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所听的这，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？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边讲，这个杯就是食肉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逐摆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咱来请英宏长老甲终身长老来旁边。主耶稣讲，这是信肉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信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我手捧你救恩的杯，何等的宝贝！是你的会所设立的，总要感谢俄罗斯。主耶稣，我纪念你的救恩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你先请坐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你的会所设立的。动心祈祷，咱安静。咱手捧这个救恩的杯，是咱安静伫主的面前。咱来感谢咱的主耶稣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阮何等的不配，阮会通手捧这个救恩的杯，一杯小小的葡萄汁。伊代表何等神圣、何等宝贝，对天灵来上帝会听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施恩座前，阮用感谢，阮要纪念你。逐摆阮捧这个杯是，互阮过一摆，来知影这个杯是通过何等的深。是主耶稣基督你家己所流出的宝血。主耶稣恳求你通过这个杯洗清阮的生命，互每一个啉这个杯，你的囝儿、查某囝，自当阮啉这个杯的时，你的平安就甲阮三个伫地。你对天灵来迄个国外的画面，
就充满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生命中。主你互阮的生命中间真侪德性，赢过即个世间最侪的关系，无论是思想，无论是欲望，无论是骄傲的情绪，主耶稣恳求你通过即个杯来洗清阮，率用你新的活命，互阮得到充足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，愿主你的听点伫阮的中间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学到你，愿主你点伫阮的中间。主恳求你，通过这个圣餐的杯，通过今日的圣礼典，主你互阮知影，你何等的疼阮，阮安静伫你的面前。亲爱的，咱用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听候，咱互这个杯伫咱的手中，咱互这个杯伫咱的手中，咱来感受着咱的主耶稣，咱伫伊的面前来恳求主耶稣，甲咱三个伫定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逐摆恁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我的死，直到我过来。也未领圣餐的杯会兄弟，请咱来头前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敢有人无捧着圣餐的杯？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阮感谢全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成做阮灵魂的食物，佮互阮明白你疼惜阮，阮也实在就是圣经耶稣基督身躯的肢体，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。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，摆设阮家己互你的事，恳求你接纳阮，搁用你的慈悲来扶持帮赞，互阮持续甲你圣洁的交通，对他以后通荣光你的性命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准备来奉献。回应上帝的听。
大家请坐。咱来同心祈祷，来用耶稣听你这条诗歌，咱为着袂通伫咱中间，甲咱做伙做礼拜，诶兄弟姊妹来祈祷，特别为着感染着新冠肺炎来恢复的咱的兄弟甲亲人。做伫患难疫情的中间，阮往你出声祈祷。阮中间有姊妹兄弟，因感染着新冠肺炎，因会恢复袂过去。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保守因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主，阮为着这的感染，阮的姊妹兄弟。甚至阮无熟悉，所有伫台湾罹患新冠肺炎咧恢复的，阮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主耶稣恳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清因，互因无流落任何的伤害，祝福因成做一个新的活命，伫主你的医治甲怜悯。主嘛为着台湾做目前因拄着重病，主特别是年长无注预防针、有慢性疾病，才会破重病，伫病院中间咧受治疗，所有这患者，虽然说怜悯因。每一条活命拢是宝贝，主恳求你怜悯，特别是失去因的亲人，无论是爸母，无论是因的细囝，主耶稣，阮恳求主你怜悯安慰。主耶稣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恳求你特别怜悯帮助。也未接受疫苗的注射，特别是无法度注射的慢性疾病、身躯有问题无法度来注射的这个，阮的同胞兄弟姊妹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你，用你的宝血来遮抗因，来读，祝福因无拄着。这种的感染，主要说，阮为着你所享受这段时间，特别当疫情扩大的时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台湾人真福气，因为这个疫情若是发生伫2年前，拄开始的时，阮就唔知要安怎来处理。主要说，你是天地的主。你也是万民的主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保守台湾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；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所听阿姐。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耶稣听你。咱真欢喜，今仔日有一个新的姊妹Mariko， 伊来参加咱的礼拜，咱甲伊拍破环境好无？昨夜有人咧问我讲，佑轩伊温期改成要来，敢来啊？我讲也袂啦，疫情也袂，若有消息佑轩会讲，无拍算今仔日就看到因做伙来做礼拜吼。咱愿上帝祝福佑轩，Mariko伫日本，因爸爸拢是基督徒吼，
所以也因为这个信仰，所以因才找到介绍佑轩周军伫咱嘛无周军啦吼，对社头来到遮做礼拜吼，咱真欢喜上帝的预备，上帝祝福因吼。昨秀英姐有带新妇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所以无扩大做办喜宴吼，就举行一个感恩礼拜但长老英宏甲我做伙代表咱的教会去参加。这姊妹欢迎你来吼，你捌来过吼，咱真欢迎你过来吼，真欢迎。咱今仔日嘛有即个几项代志，咱三体祈祷。灿英兄就是阿贵姐的先生，因是属关岛教会吼。阿贵姐就是燕昭兄的姐姐。伊的姐夫顶礼拜过身，伫顶礼拜下拜三举行告别式吼，咱纪念因的家庭。迄个夜里嘛失去妈妈吼，咱求上帝安慰吼，咱做伙来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。主管毋甘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亲人离开，阮特别要为着阿贵姐来祈祷，恳求你帮赞保守，互因的家庭得到主你的安慰。我嘛感谢上帝你，互亚丽因的家庭伫怀念的中间，顺速来完成这个重要的告别式，来送别因的老母。主愿你纪念因的家庭需要你的安慰，愿你的圣神降临伫因的中间。我来你感谢祈祷，我给所有性命，阿门。接续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祈祷吼，这礼拜生日的人有亚萍、有慧文、有金良兄、金印有子玲有玉文，还有这个程云、善如、群芳、俊豪，咱做伙来为这生日的人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伫生日的时，阮纪念老母的温情，但是阮嘛纪念上帝你对天所想事活命。主求你祝福这个生日的阮的每一个姊妹兄弟，愿主你的疼充满伫因过来一年，对年头到年尾365日，上帝你的恩典甲因三角地地，能油抹伫因的头壳，小事圣神，互因真侪有智慧佮德性的基督徒，真做因生命好的管理者，通阳光上帝你的性命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甲所有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来请这个师会来报告吼。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大家做伙来看周报。顶周聚会，主日礼拜出席39人，现金4260块。祈祷会出席6人。本周聚会，主日礼拜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，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2楼。圣港服侍，后礼拜私会请乌素基执事，领事暂停，苏琴请陈美秀姊妹，书宪请张宏云执事甲办官执事，招待第2组爱餐暂停。新眼康读经表，请咱照这顺序来灵修。集体交通，第一，最近有兄姐检验武汉肺炎，请代祷早日康复。疫情期间，我靠上帝，小心做好自我防疫，毋通惊吓。日子怎样，力量也怎样。若有必要，自主管理，会使伫厝内参加线上的聚会，临来合一。第二，本主日是圣神感恩节，伫这个重要的日子，咱学习使徒
恭敬听候圣神，搁一届充满每一人内心的圣殿，帮助咱伫灵内健康。第三，主日礼拜后，召开6月份的中集会，请中集出席参加。第四，鲁北占达兄甲柯秀英姐、李公主、柯明辉甲洪亚成，昨日伫台北举行结婚感恩礼拜。愿上帝祝福所建立的新家庭稳定满意。第五，咱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需要，请过节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代祷。第四，为着心身欠安的丁连华、庄严、詹达、庄仁聚、黄宏仁、郭陈秀霞、李学兴，以及咱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，为因的升学代祷，要升高中的有惠安。第四，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代祷、福林教会、直职教会以及德克达教会，请为着以上来代祷。这是咱三个来吟上英圣诗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手赐大福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听咱亲像囝儿，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山请总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避讳。